欢迎收听文言良语，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甲侪人并细里做伙食饭，就对伊的门徒讲：伊甲细里并侪人做伙食啉吗？耶稣听见了，就对因讲：健康的人用袂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会着。我来，我毋是选召义人，乃是选召罪人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2章16节、17节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甲侪人并细里做伙食饭，就对伊的门徒讲：伊甲细里并侪人做伙食啉吗？耶稣听见了，就对因讲：健康的人用袂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会着。我来，我毋是选召义人，乃是选召罪人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2章16节、17节。耶稣基督传道时阵，细里是罗马政府官派。因贪心超权，常常私下向百姓超收税款甲税米，归家己做家己的财米。因为安尼，一般百姓也只通好对因伫心内加加切起，敢怒不敢言而已。又照着旧约圣经真神的律法的要求，这人是违背了真神的诫命，互神的选民看作是真神律法中的罪人。但是真神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向人传福音的时阵，也传予当初时人所厌弃的税吏甲犯罪人，希望因会当悔改。因为安尼当时有一寡经学士，甲家己掠做虔诚的法利赛人，因看见了，就批评主耶稣不应该甲罪人税吏做伙食啉。但是主耶稣听见因的批评，却回答因讲：健康的人用袂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会着。我来本毋是选召义人，乃是选召罪人。神学家巴斯克研究圣经了后，曾经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：世间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以神的标准自卑，认清家己只不过是罪人的义人；另外一种人是用着家己所设定的标准，认为家己是义人的迄种罪人。亲爱听众朋友，咱是属哪一种人？有一遍报道聚会结束了后，传道人问一个打扮入时、穿衫真高贵的会员人讲：你已经听了几天的福音道理啊？你是毋是愿意悔改、相信耶稣啊？伊却回答讲：我愿意，但是我毋肯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。传道人继续问伊讲：这是为什么呢？伊讲：我家己行事做人，拢是凭着良心，呼求做路，常常行善事，也毋捌去伤害着任何一个人。我绝对无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。但是，如果有人无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，伊就也无需要救主甲得救的代志啦。因为独独犯罪该灭亡的人，才需要救恩。这就敢若亲像有人明明是犯了绝症，却是无愿意来面对现实，毋肯承认家己是一个有病的人，更加拒绝去看医生。所谓讳疾忌医的结果呢，就的确会失去治疗的时机，到最后就来死亡。有真侪罪人拢来就近耶稣，
遐个自以为义人的宗教人，却是拒绝甲因做伙，并且甲伊批评。因掠做家己比别人搁较好。主耶稣却对因讲：健康的人用袂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会着。我来本毋是选召义人，乃是选召罪人。这只不过是一个比喻，但是有关系到咱永生甲永死的问题。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怎样，就决定咱是要得救，或者是走向灭亡。毋知咱家己是有罪的人，是上大的危险啊！因为自从咱的始祖犯罪了后，圣经就记着讲，世间人拢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并且又搁讲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独神的因素呢，伫咱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乃是永生。亲爱听众朋友啊，耶稣要医治你忧伤、破碎的心灵，甲灵魂的死亡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甲罪人并细里做伙食饭，就对伊的门徒讲：伊甲细里并罪人做伙食啉吗？耶稣听见了，就对因讲：健康的人用袂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会着。我来本毋是选召义人，乃是选召罪人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2章16节、17节。以上文言用语由在立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